今晚 Welcome to Jace World。今晚咧其實有 dress code 嘅，綠色喺心底裏面。沿途我見到咧真係有好多綠色啊，有綠衫嘅、綠褲嘅、綠帽嘅都有。我想買隻 CD 嘅，唔該晒。上次同阿 Jace 講話，你出實體碟，我一定會買嘅。男人講得出，做得到。OK， 入場。睇今次 Jace 嘅紅館演唱會，俾我感受到嘅係非常高嘅製作水平同埋滿滿嘅誠意。就好似開場嘅呢 part 快歌，我相信唔單止台上面嘅 Jace 同埋 dancers 需要排舞，就連攝影師都需要噶。我就咁睇熒幕上面拍攝出嚟嘅運鏡效果，我都幾想睇到，遲啲可能會擺喺 YouTube 或者係出碟嘅製成品。你真係不得不佩服攝影師嘅專業。而今次仲係紅館破天荒第一次有企位，你真係見到觀眾你玩得開心到好似落得 clubbing 咁噶。而頭場更加有天后 Kelly 坐鎮 ，Kelly 一升上嚟啫，全場即刻企晒起身，氣氛嗨爆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 Jace 一首接一首，大家耳熟能詳嘅金曲啦。睇完整個演出之後，我有好深嘅感覺係 Jace 真係屬於舞台上面嘅表演者嚟㗎，而 Jace 站上舞台上面真係好 charm 㗎，要繼續加油啊！用你嘅實力話俾啲今次冇入嚟嘅朋友知道，今次係佢哋走寶啦〜